大家请坐。弟兄姐妹平安，请安静心，让我们跟随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语：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亲爱的上帝，恳求你成为我的主，完全掌管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你敬拜赞美，站在你面前，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敬拜你，感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以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是我们的诗歌敬拜，我们一起来用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我方便起立的弟兄姐妹可以一同起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用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对左右两边的说，我们又在一起来敬拜主耶稣。我们又在一起来敬拜主耶稣。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姐妹唱，我们又在一起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弟兄，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大家一起来唱，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美好事，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了，我的耶稣对我真好，解去我的烦恼，予我踏日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
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了，我的耶稣对我真好，解决我的烦恼，予我搭你笑。真好，我耶稣，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我耶稣，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感谢主，我们将掌声归给我们主耶稣。感谢主。会众请坐。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上帝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我们来唱这首《神的道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他立大地的根基，他让云在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自顾，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他立大地的根基，他让云在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自顾，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他立大地的根基，他让云在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自顾，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等
等待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感谢天父从他而来的爱和恩典，让我们在当中能够经历。让我们一同来唱赞美之泉。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让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让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让我们张开口，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会众，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很多笔的，对，是这样。阴间，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弟兄，上帝，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
众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62篇5到12节。诗篇62篇5到12节。那待会由诗会这边念白色的起文，那请会众念这个黄色的应文。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上帝。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下流人真是虚空，放在天平里就并浮起。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抢夺而骄傲。上帝说了1次、2次，我都听见。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那公祷部分，在愿新的一年，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哪个角落的纷争都要过去。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人们要回转向神，重新找回当初爱神的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用主祷文来宣告我们信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若我们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我们请蔡绵绵姐妹来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经课在约拿书3章1到5节，还有第10节，由我来为大家攻读。好，在教会圣经1027页。约拿书3章1到5节。耶和华的话2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1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上帝，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第10节，于是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他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接下来，哥林多前书7章29到31节。教会圣经185页。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由诗会这边做读经的部分。今天的是在马可福音1章14到20节，新约的38页。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就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撒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接下来是我们的诗班的献诗，题目是“我心大欢喜，我的嘴当吟诗”。谢谢诗班美妙的歌声。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高雄卫理堂的王俊杰传道来为我们宣讲神的话语。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用一个祷告做开始。我们的主，我们到你面前，主啊，你是我们的主。当我们一起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就求你来对我们说话。今天是属你的天，是属你的日子，求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光照，让讲的，让听的都蒙益处，都能够得到饱足。主，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第一次来，所以要熟悉一下器材。好，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也是今课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1章第14到20节。先跟大家自我介绍，我是俊杰传道，是高雄卫理堂的传道。我2年前来到高雄卫理堂来服侍，然后我已经结婚了，然后我有2个小孩，一个小孩是国中，就是现在是青少年，然后另外一个是女儿，是小6这样子。然后很感谢主，我们能够来到卫理公会，能够一起来服侍。我觉得每一次在卫理公会服侍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大家庭，它有很多的美的东西，它有礼仪之美。它有许多的很优美的一些的传统，让我们在当中我们有很好的学习。我上次来到这边是南教区的培灵会，是那个代院长华神的代院长来这边分享。然后我觉得毕业多年，看到我们的院长，我也是华神毕业的，然后在这边分享，我觉得深受感动。然后我的牧师新牧师也派我说要来跟蔡牧师学习，所以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跟蔡牧师学习卫斯理整个的思想这样子。很感谢主，所以蔡牧师是我的老师。当老师在你的后面听你讲道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担心这样子，有老师会打分数。OK， 好。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是耶稣呼召门徒，门徒追随耶稣。我相信弟兄姐妹也常有听到这句话，就是说很多世界上都告诉我们说 ，Follow your heart， 就是说要跟随你的心，你的心会告诉你真实的答案，这是世界上告诉你的吼。这个人弟兄姐妹有认识吗？有看过这个人的请举手。没有，有些人不认识。这个人叫做贾伯斯啦。贾伯斯他是做什么的？他就是发明那个 Apple 手机的那个哈。他说什么呢？他说到要有勇气去追寻你的心跟直觉，你的心跟直觉，他们会莫名其妙让你成为的你想要成为的那一个人。这个是世界上告诉我们的。我们讲说他讲的，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他讲的相当的对，甚至是他还有人把他的整个的自传写成书，然后把这句话奉为他们生命当中的圭臬。不仅是这样子哦，还有在世界当中。弟兄姐妹，这个应该有更多人看过的嘛？有看过的请举手。这叫迪士尼，迪士尼米老鼠，还有很多的在迪士尼的卡通当中，他们都告诉你说，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样 ？Follow your heart， 就是追寻你的心，在你的心当中，你的心就会，它像一个引导，它就会告诉你，它就会像那个指北针一样，告诉你北方在哪里。当你在梦想当中可能有一些的，好像一些的挫折的时候，你的心会告诉你正确的答案。这是什么？这是世界上告诉我们的，这也是卡通影片告诉我们的。譬如说，这个出现会在哪里呢？可可夜总会有出现过，或者是在那样子的玩具总动员当中，他都告诉这些的小孩子，你们要追寻你的心，心会告诉你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你们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听起来相当的简单，这是世界上许多的人都在追寻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圣经上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如果你只追寻你的心，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已经堕落了。已经败坏了，整个世界都是被罪给影响。如果你 follow 你的心，只跟随你的心，那你就会走到一个错误的地方，那不是上帝要给你的。第一个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耶稣呼召门徒，门徒追随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呼召几个门徒？有4个，对不对？有看到有4个门徒，4个门徒都跟随了耶稣。因为在呼召的时候，它是一个
就是他会有双方的。当耶稣呼唤的时候，那些的门徒会有回应，它是一个双方的一个互动，这样子才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呼召。你可以看到，在四福音当中都记载，耶稣一开始在传道，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他要招聚门徒。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把这个托付天国的福音交给他，所以他要去招聚的一些的人，能够一起来传扬福音。在这段经文说到，耶稣他就沿着加利利的海边走，他看见了西门跟西门的弟弟安德烈，他们在海上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般来说，耶稣他是在当时候我们称他做拉比，他是老师。在当时候有许多的人，就是他们会跟着拉比老师来学习，但是都是学生去找老师。譬如说，在当时候的罗马，有许多的这样子的哲学家，都是学生，他们知道老师的教导，然后他们去跟随老师，然后甚至是施洗约翰也有他自己的门徒，法利赛人他们也有这样子的整个的这样子门徒的学校。但是耶稣他这边来到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主动的去找学生，不是学生来找老师，乃是这个老师去找学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子，像比如说我们考大学的时候是怎么样？是老师来找我们吗？没有，我们自己去选我们自己想要读的学校，想要读的科系，或者是说我们要读研究所的时候，我们也会挑选教授。但是耶稣来选门徒的时候，他是主动的来，主动的来到这些的门徒的跟前，他选。在我们的华人的传统也是，譬如说你要拜师学艺，你要学一项武功，是老师来找学生，还是学生来找老师呢？都是学生去拜师学艺嘛，然后甚至是到那样子的孔子，他甚至要带他的学生要带束修，能够跟孔子来这个拜师学艺。还有像医生好了，医生主动找病人的吗？没有，都是你生病了，然后你知道哪一个名医，然后你特别还要怎么样排队。我记得那时候有时候在台北，如果你要台大医院你要看名医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排队，还挂不上号，你必须要挂当天的门诊，你必须要凌晨4点就到台大医院的那个诊间去排到能够有这个看到这个门诊。所以可以看到，都是病人或者是学生去找老师，但是耶稣在这边，他去用不同的方式，他不是守株待兔，他不是等学生来找他，他是去找学生。除非耶稣呼召你，否则你无法跟主耶稣有任何的关系。耶稣他主动去找学生，耶稣他主动的来找我们每一个人，否则我们无法跟耶稣有任何的关系。都是耶稣的主动，耶稣赐下这一些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学生，能够跟他建立关系。圣经上也说，约翰福音的第15章16节，弟兄姐妹看得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1、2、3，来。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就是结长存的果子，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约翰福音15章16节，你可以看到，都是耶稣去主动，耶稣去挑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每一个人在这边能够坐着听这样的福音，不是我们想要成为耶稣的儿女，或是上帝的儿女，耶稣的学生，不是我们想要，乃是耶稣来找我们。他让他透过，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的家人，或是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或者是牧师，或者是整个的关怀的协会，让我们能够得以听到福音，然后我们能够回应这个福音。
那我们来想想耶稣的挑选标准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耶稣他要成就一个是天国，上帝让他能够传天国的福音，所以他要挑选他的一个团队，他要选他的一个球队。如果是你挑选你的团队，你会挑选怎么样的人？弟兄姐妹，你会挑选怎么样的人？如果是我一定会挑选他相当的有知识，他相当的有背景。如果我是挑选球队，我一定挑选他有好的分数，或者是他有好的能力。那所以他会被我挑选。耶稣的挑选条件，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耶稣的挑选条件，他挑选的是这些的渔夫？你觉得耶稣的挑选的条件是相当的简单，还是相当的严格？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是简单还是严格？简单，是简单。简单，我问一下好了，我们有点互动好了。觉得是耶稣挑选的条件是相当的简单的，请举手。好，看见了请放下。那觉得是相当严格的，请举手。没有人觉得是严格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是耶稣他挑选的是渔夫。渔夫在当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候在整个的第一世纪，甚至在加利利那边，他们的可能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因为能够读书的一定是不多，所以当时候第一个最多的应该是农夫。我觉得应该是相当的是农夫，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常常用农夫的一些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因为当时候有许多的农夫，但是耶稣没有挑选农夫哦。如果按照耶稣他成长的条件，他是成长在木匠的家里面。有些人说他可能是第一世纪，有些人说可能不是木匠，可能是建筑工人。不管怎么样，好了，他如果要挑选的话，应该是挑选的是他的同业，对不对？所以挑选的是建筑工人或者是木匠。但是耶稣他有挑选建筑工人或者是木匠吗？好像也没有。耶稣挑选的是渔夫，而且据统计，有些人说耶稣的门徒当中，12个当中有7个是渔夫，所以是超过一半的比例。所以耶稣的挑选渔夫，那我们就必须思想，渔夫或者是这一些的耶稣的挑选的一些的标准是什么？来，你可以看到第1章第18节。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耶稣。我觉得看到这一个条件，我会觉得耶稣的条件是相当的严格。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挑选的条件是现在、马上、立刻 ，right now。耶稣有让这些的门徒，譬如说这个西门，我们后来说彼得或者安德烈，耶稣给他们想的时间吗？好像没有呢。耶稣没有让他们思考。耶稣说现在，他们怎么样？他们的跟随也是现在、马上、立刻就跟随耶稣。他们没有想他们没有想说，我等一下要换职业，那这个职业跟着耶稣，到底我是吃香喝辣还是怎么样？他到底给我多少薪水或怎么样？他们没有思考，他们是现在马上立刻的跟随，他们马上就换了一个职业，就跟随耶稣。他们没有想说，我接下来会不会要有什么样的挑战或是困难，或者是要跟家人这样子的告别？没有，他们现在马上跟随耶稣。不仅是这样子还有那个雅各跟约翰也是这样子。耶稣在继续往前走，另外又有2个，他们是西比泰的儿子，叫做雅各跟约翰，他们在船上捕网。耶稣也是马上的呼召他们，然后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就把他的父亲和雇工就留在船上，他们就跟从了耶稣。在马太福音这边记着是，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了耶稣。我想他们这2个雅各跟约翰，他们应该是从小
就跟爸爸一起在这样子的打鱼。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思考，他们马上的回应耶稣，跟着耶稣，立刻跟随耶稣，及时的跟随耶稣，也没有任何的条件，也没有想说我的薪资是什么，我的福利是什么，马上的跟随。我觉得这是相当的严格。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这样子肯委身。我觉得这是相当严格的一个条件。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经文，我相信弟兄姐妹也都知道，所以我不用特别的去念。有一个少年官或者是少年财主，他相当的守诫命，然后他有钱，他有地位，而且圣经说他是什么？年少有为。而且圣经上他就是什么？他相当的谦卑，听到耶稣的教导，然后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想到天国，他想要进天国，然后他甚至是什么？跪在耶稣面前求教。他说到这些的律例我都遵守了，我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圣经上记着说什么？耶稣看见他就爱他。然后耶稣说什么呢？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的所有，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我。结果这个资优生，他有跟随耶稣吗？他谦卑求教，但是他没有跟随耶稣。你可以看到，耶稣没有因为这一个人他爱他，就降低他的标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要实践天国的使命。他知道委身比能力更重要。这些的门徒可能能力背景不突出，但是他们愿意委身。当一个人愿意委身跟随，我觉得常常有的时候我们都太聪明，我们都想得太多。到底跟随耶稣有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是我能够有什么样的福利甚至是教会要推红本门徒，那我也要算每一天都要读经这样子太辛苦了，然后又有2个小时要上课，9个月，哇，这么的长，我要算一下我的机会还有我的成本，算起来好像。我去赚钱，或者是我休息，好像比较有价值，所以我不想委身，我也不想要跟随。耶稣挑选门徒怎么样？愿意委身的，因为委身就可以被塑造。但是能力很强又不委身的，再优秀，耶稣也不考虑，因为他们不委身，也不想，就是想的太多。你看到这4个门徒，愿意放下他们的一切，甚至是雅各跟约翰，他们是有船的，是有雇工的，是有爸爸的，他们都还愿意放下，愿意跟随耶稣。第二个我要问的是，门徒跟随的是耶稣吗？弟兄姐妹，门徒跟随的是耶稣吗？当然嘛。门徒当然跟随的是耶稣嘛，圣经上记载的门徒跟随的是耶稣，但是我们仔细的好好去思想，门徒真的是跟随耶稣吗？圣经上说，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他。弟兄姐妹，如果是耶稣来到你面前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会立刻舍了网跟随耶稣吗？我觉得我不会。为什么？因为这是人性。我为什么要来跟随你？我为什么要来跟随你？我不可能来跟随你。第一个，你是谁？耶稣在当时候，我觉得他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拉比。
我相信他没有什么的名声，他可能在木匠或者是在建筑工人行业当中，他比较有名声。甚至耶稣在他的家乡传福音的时候，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那些的人家里面的人还看不起他。所以耶稣不是有名的老师，但是耶稣说：“我教你们得人如得鱼。”你可以看到耶稣只有这个，说我教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跟随。所以我们就会好好的思考，他们到底跟随的是什么？我相信当时候当然圣灵有做工，所以他们全心全意的享受主的门徒，所以他们愿意跟随。那我们会想，耶稣到底跟他们到底认不认识？你愿意跟随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吗？耶稣他们到底认不认识耶稣？那我们就必须要看四福音书当中，他们到底认不认识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的第35到37节，约翰同2个门徒站在那里，他们见耶稣，施洗约翰见耶稣走过，就说：“看哪，神的羔羊。”然后2个门徒就听见他的话，跟从了耶稣。这2个人就是跟随耶稣的2个门徒之一，所以他们起初他们是认识耶稣的，他们原本是跟随着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在当时候相当算是有名的老师，所以很多人跟随着他。当施洗约翰介绍耶稣的时候，这2个门徒就跟着了耶稣。但是我们看到好像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跟，后来他们就去捕鱼了。可能是施洗约翰被捕了，因为圣经上这边有记载，当施洗约翰被抓了，被希律王给抓起来，可能这些2个门徒就想说，可能跟着传这个天国的福音有点危险，所以他们就跑回去原本的工作做捕鱼了。那耶稣又再次的把他们给找回来，所以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软弱，但是耶稣的再次把他们寻回。第2个我要问的是，门徒跟随野心还是跟随耶稣？如果你仔细去看，他们好像跟随的是一个他们的野心，他们跟随的是一个好像可以带给他们国家改变，因为他们当时候他们渴望的是一个弥赛亚。什么是弥赛亚呢？就是因为当时候他们被罗马政府给统治，他们被人家给殖民，他们期望一个领袖，一个可以有号召力的领袖，可以带领他们的民族做革命，可以做整个的甚至是军事的革命，可以带来一个翻转，可以建立以色列国或者是犹太民族的复兴。所以他们期望的是跟随一个君王，一个可以带领他们革命的一个领袖。耶稣讲话有能力，耶稣甚至可以医病赶鬼。当然他们那时候跟随的时候可能还不太知道，但是后来跟随他们就知道，甚至耶稣还可以自备军粮，5饼2鱼喂饱5000人，5000个男丁。所以他们跟随的是什么？跟随的是野心。他们一开始可能跟随的是这个人，我觉得他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们的国家，所以我愿意跟随他。我们愿意试试看，投他一票，也许他可以改变我们的国家。他们跟随的是这个野心。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它上面不断的记载甚至在马太福音的后面第20章的时候，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跟他的2个儿子上前来向耶稣叩头，求他一件事情。耶稣问这个妈妈说什么？你要求什么呢？他对耶稣说，在你得国的时候，你的国家的时候，让我的儿子一个做你的左丞相，一个儿子做你的右丞相。他们所想的是什么？耶稣，你要建立一个国家，你要建立一个国家。所以他们从头到尾，他们跟随的是什么？他们自己的想法。弟兄姐妹，甚至是什么？使徒行传好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然后还给他们补课40天，跟他们讲上帝国。然后耶稣
升天了，升天之前，然后他们就问他说，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就问了耶稣：“主啊，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所以甚至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补课40天，讲上帝的国，他们仍然在想以色列国，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所以弟兄姐妹，这些的门徒跟随耶稣，从头到尾都是跟着自己的野心，跟着自己的欲望，跟着耶稣到底可以给我们什么？但是耶稣使用他们，耶稣使用他们，耶稣跟他们住在一起，有这样子的3年或者是3年半的门徒训练。这不是在训练技巧，他不是在训练3福，他也不是在训练4律，他也不是训练什么幸福小组。耶稣是什么？就是跟他们住在一起，让他们吃，让他们看耶稣做什么，他们就跟着做什么。耶稣牺牲摆上，耶稣甚至传福音到没有时间睡觉，然后他就甚至是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就晚上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再继续的去传扬。这些门徒，我相信他们看了，但是没有看见，但是他们继续的跟下去。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期望信仰可以给我们荣华富贵，我们可以风调雨顺，我们可以健康快乐，甚至是儿孙满堂。我们都期望的是跟随耶稣能够有幸福美满，不是吗？我们都是这样子。门徒继续跟下去，才看见了什么是，这样才是门徒的训练，牺牲跟摆上，跟下去，跟到底，甚至是他们失败了，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了，大家跑了，跟下去，耶稣把他们找回来，他们跟下去。犹大有没有跟下去？出卖耶稣的犹大没有跟下去，他没有跟下去。耶稣，我相信耶稣给他机会，但是他没有给自己机会，他选择去吊死。当他愿意跟下去的时候，生命会经历改变，他会看见原来耶稣所给的不只是荣华富贵，不仅是6处兴旺、健康快乐而已，耶稣给的是那个丰盛的生命，是牺牲摆上的生命，甚至是这11个门徒后来是成为了使徒，他们都愿意为主牺牲摆上，奉献他们的生命。潘霍华说到，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邀请他们来，而邀请他们死。有些人说，耶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呼召人去死。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不仅是去死，什么是去死呢？他后面有一些的论述。什么叫做去死？就像第一批门徒，他们离开他们的工作，离开他们的家，来跟随耶稣。像马丁路德一样，他原本在修道院，他离开修道院，走向世界。每一次都是死亡，在基督里面的死亡。救人在耶稣的呼召当中死亡，这才是什么？做门徒。弟兄姐妹，在我们跟随耶稣的道上，我们是不是跟随到底？我们是不是愿意被主给训练，愿意为基督而死？有时候我们常常想的是肉体的死，身体的死，但是常常是一个愿意为主摆上牺牲奉献的一个生命。耶稣的呼召，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福音，它讲到的是一个天国的福音。约翰下监的时候，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的是什么？天国的福音，上帝的福音。他说到的是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我们常常都知道福音，我们讲说我们已经都受洗了，我们都决志了，我们都受洗了，我们
甚至是我们都上了门徒的红绿紫金，我们都上了，我们当然都知道福音。但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不知道什么是福音。福音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更新摆上，是一个牺牲，一个奉献，是像耶稣的样子。在创世纪的第1章跟第2章，我们被创造在这个世界当中，每一个都是美好的，创造的每一个都是美好的，世界是美好的，人是美好的，社群是美好的，因为上帝掌权作王。但是在创世纪第3章的时候 ，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吃果子，我觉得我们常常都觉得吃果子那是又怎么样？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想上帝做王，我们不希望上帝做王，我们想要自己做王，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王，因为我们觉得上帝你做的不好，你的创造不好，你的带领不好，你对我们的生命计划不好，我觉得我的最好，所以我想要大家都要绕着我而活。我想要证明我的价值，我想要成功，我只在乎我是不是得到公平的待遇，我只在乎劳基法，我只在乎这一切。我不在乎别人，我不在乎上帝你的心意是什么，我只在乎我自己。我不在乎我的太太，我不在乎我的小孩，我只在乎我自己。所以造成的是现在的我别无选择，我只能生活在整个的思想的破碎，家庭的破碎，整个的破碎的世界。然后我们的世界不断的这样子的破碎，因为我们想要做自己的中心，自己的王，以至于我们在身体、社群、灵性、心灵上，甚至是整个的环境当中，都支离破碎。每一个人都渴望，每一个信仰、每一个宗教、每一个文化，都渴望把我们带回到那个美好的世界，所以有王子会救公主，所以会有神仙的出现，会有很多的一些的奇妙的一些的甚至是我们会期望一个总统，或者是我们会期望一个领袖，期望一个英雄，他可以带领我们回到那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一切都是错误，因为这个世界靠着人的方式无法来拯救我们，只有一个真正的君王，就是耶稣，他才是真正的创造的上帝，救赎的上帝，施恩的上帝，他才能够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了耶稣，我们也听过耶稣，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仍然是有一个渴望，就是追寻这个世界的君王。我们向世界的君王来下拜，我们追求的是金钱，我们追求的是美貌，所以很多的整容诊所、微整形，这个保养品一罐不仅是几百块、几千块，甚至是几万块，哇，很多的就会去买。成功，有多少人为了成功付出他自己的生命，甚至付上了很多的代价，甚至是他的家庭。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王，甚至是在教会的一个地位、一个头衔，都会成为我们的君王。我们要听其号令，不知不觉就献上一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君王，就是被钉十字架的君王。他不仅是给我们新的生命，他也要我们为他而活，因为他为我们而死。他要我们不要敬拜世上的君王，他要我们跟随的是真实的君王，因为他为了救我们，把天上的荣华都舍弃了，他要把真正的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胜过一切的金银财宝。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悔改，我们的信福音，不是只有一次，
而是我们天天都要悔改信福音。因为天天你打开电视，你打开手机，都是告诉你世上的君王有多么的好。我告诉你怎么样的投资可以赚钱，我告诉你的是一些的娱乐，你只要看我，你就会开心，你就会快乐。我告诉你是什么某某的补习班，你只要跟着我名师，你就可以考上建中，你可以考上北女，在高雄的话是雄中跟雄女。台大，你就可以考上这些的好学校。我告诉你，你只要来到我这边，我可以让你亲像18岁，像18岁一样，人家都看不出你是48岁，都是看起来像18岁。来到我这边，我会让你家庭幸福，小孩子听你的话，你的先生乖乖的听你的话，或是你的太太也能够乖乖听你的话。来到我这边，这是什么？这是世界上告诉我们的世上的君王，或者是告诉我们，你只要投下这一票，我告诉你，台湾永远平安，台湾可以变成 No.1。这是什么？这是世上的君王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所以我们天天都要悔改信福音，因为这是世界上告诉我们的。第4个讲到的是得人渔夫，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跟得鱼一样，成为得人的渔夫。”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我们跟随耶稣，跟着耶稣，耶稣要我们能够来跟着他，要有像这样子得人如得鱼一样。因为耶稣期望的不仅是我们自己得着福音，他期望的是福音借着我们，让我们的身边的人都看见福音的美好。这是得人如得鱼的艺术，这是一个清教徒他所写的。他说到钓鱼跟得人，它有一些的相似之处。第一个都是需要耐心，他们都需要耐心的等待。如果你想要传福音给人，你想要得到一个人，你必须要花时间，你必须要摆上精神，甚至是为他祷告，你去为他劳苦，需要一些的耐心。第二个，你需要技巧，你需要鱼饵，你需要鱼钩，每一个鱼它需要的鱼钩、鱼竿、鱼饵，有时候需要网都不一样，你需要有效的捕鱼方法。因为我们需要这些的技巧，像软弱的人，我们就要像软弱的成为软弱的人；像刚强的人，我们就要成为刚强的人。教会有时候或是教会界太讲究的就是这个技巧，但是有时候只在乎技巧，这是不重要，它只是其中之一而已。第3个还要有洞察力，就是要有良好的知识。钓鱼是什么？有时间的，有地点的，有机会的，有 timing 的，不是你遇到一个人一开始就跟他讲福音，你可能是需要长时间跟他做朋友，然后需要有一个机会，可能他遭遇到了一些事情，你说我为你祷告，或者是我们的教会，我知道你在你的原本的信仰当中，你拜了很多，你求了很多，但是我告诉你，你还有一个没有求到，就是耶稣，所以我为你祷告，希望你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你可以得到平安。是什么？他需要有一个洞察力，他需要有一个时间点，需要有一个机会，他需要坚持，他需要坚持，他需要一个长时间，不是一次失败就放弃，而是长时间的。我们可能需要摆上。你可能要传一个人，你的家人他要信主，可能不是1年、2年，可能是要10年，要不要愿意坚持？最后一个，他是需要安静。什么是安静呢？就是到主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安静在主的面前。当你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主会给你方法。主的门徒当中有7个都是渔夫，因为他们有一些的条件，他们
勇气，他们团队合作，他们耐心，他们有精力，他们能够有信念，他们坚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渔夫，他们是一个愿意付出劳力的，他们愿意冒险的。他们不像农夫，农夫日复一日，他们都在同样的地点做同样的事情。渔夫是怎么样？我看到哪里有鱼，我就往哪里去，我去试试看，甚至是到水深之处，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把鱼能够抓回来。上帝呼召的是什么呢？他们愿意劳力，他们愿意冒险。我觉得这是门徒当中的一个条件。门徒不是每天都坐在同样的一个地方，不是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而是每天都因为鱼在哪里，我就往哪里去。我愿意试试看，试试看不同的钓竿、不同的饵、不同的时间，试试看把鱼能够钓到。有些人得救，有些人是得人渔夫。不，呼召是每一个人都得救，每一个人都是得人渔夫。每一个人基督徒的呼召都是服侍神跟服侍人，每一个人都是得人的渔夫。弟兄姐妹，跟你的旁边的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人渔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人的渔夫，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坐在这边听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得人渔夫。耶稣的愿景是给我12个普通人，如果他们把自己奉献给我，我就会跟他们一起改变世界。耶稣做到了这件事情。我也思想约翰卫斯理他说到，给我100个人，无论他们是传道人或是平信徒，除了上帝别无可慕，除了罪恶别无所惧，他们就能够撼动地狱之门，在地上建立天国。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荣光堂，我们有几个人呢？我们有多少人聚会？至少上百人聚会嘛，对不对？约翰卫斯理说100个，我们有没有到100个了？有了。不论是传道人，不论是平信徒，爱上帝，恨恶罪恶，我们就能够摇撼地狱之门，在地上建立天国。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耶稣用了12个人，约翰卫斯理他说给我100个。弟兄姐妹，荣光堂超过100个，让我们能够一起能够为主做工。如果你觉得自己相当的特别平凡，那我告诉你，耶稣绝对不会选上你。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平凡，没什么特别，但是你愿意奉献，主必定能使用你。最后面我用4点做结束，让我们能够归纳我今天所讲的。真的门徒不是 follow your heart， 不是 follow 自己的心，乃是追随耶稣。耶稣呼召我们，耶稣爱世上的人。我们透过悔改跟接受耶稣基督而得救。我们必须要自己做出决定，定死这个旧人。我们必须要臣服，完全的跟随耶稣君王。我们必须要活出新人的样式，因为他是新的君王，所以我们愿意跟随他的样式。第4个，无论何时何地，侍奉神，侍奉他人，为主得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呼召是我们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听到了呼召，我们也愿意跟随那个呼召。主啊，我们也承认，在我们一开始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想的是教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教会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友谊，或者教会给我们有好吃好玩的。但是当我们一直在跟的时候，我们能够越来越看见那个耶稣那个牺牲奉献跟摆上。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门徒，愿意奉献我们的时间，愿意奉献我们的精神，甚至是愿意奉献我们的生命，愿意学习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主啊，也让我们的生命不仅是停留在我们自己身上，
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发挥影响力，不仅是我们一个人得到这样子的福音，主啊，你说要得到的是30倍、60倍，甚至是100倍。主啊，把那个福音的能力赐给我们，把那个福音的影响力给我们。主啊，让我们不是每一次只钓到1条鱼而已，或者是一生只钓到1条鱼而已，而是我们能够下网打鱼，那个鱼要险些把那个网给撑破。主啊，我们感谢你跟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就是更新的一天，今天就是那个得人的渔夫，我们要跟随耶稣。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王传道的正道。接下来是我们回应诗歌，会众请起立。今天的歌曲是《主我今来》，心灵粮食259首。会众请坐，请司线同工至台前预备。在天上的父，我们甘心乐意献上这感恩奉献，坚定我的心归向你，叫更多人领受你的爱，做你所喜悦的事。阿们。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或者还未预备或不了解奉献意义的话，就请安静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您的身边。会众请一同起立。
会众请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那第二遍的时候，大家可以拱手问安。大家请坐。那接下来我简单报告一下教会消息。本周主日华语堂非常感谢卫理堂的王俊杰传道来为我们分享信息，请为传道的家庭服事、生命关心祷告。那待会主日后11点45分有这个招待与实现的训练，以及这个儿主教师会议，以及1点半的晨主教务会议，请相关服事同工及老师留步参加。那另外，2024年3月的金门探访旅游还有3个名额，如果欢迎弟兄姐妹报名参加，可以向邵文弟兄来或者教会办公室来报名。另外，6月份即将举行这个爱心园游会，为募集跳蚤市场的东西，即日起征求家中闲置不用的良品，要求大概是8成新或全新，衣服鞋子不收，个人卫生品不收，食品不收，义卖金额将全数奉献给教会爱心基金。肢体消息部分的话，这个本周有寒流来，低温来袭，也请会友们注意这个保暖、新冠、流感各种病毒的影响，并为确诊者的治疗及复原做祷告，也为身体不适及长者们的身心灵健康来做祷告。会众请起立。3-1颂。请牧师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
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差遣我们成为你的门徒，去使这个世界改变。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依靠你，跟随你，一直到底。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会众请坐。会众在订阅中可以一同低头默祷，订阅之后彼此问安交通。如有需要牧者祷告的话，请至台前。